法國社會黨投票選擇前任部長哈莫成為總統候選人。喺星期日舉行嘅社會黨黨內決選嘅選票接近清點完畢，哈莫贏得59%嘅選票，擊敗佢嘅對手前總理亞爾斯。當選成為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嘅哈莫話：佢深信面對特權、保守派同一個具有破壞性嘅極右政黨，法國唔單止需要左派，而且係一個創新嘅現代左派，可以帶領法國走向未來，到達一個能夠有所作為同推進理想嘅未來。喺較早前嘅民意調查顯示，哈莫喺即將舉行嘅總統選舉當中落後其餘4名候選人。分析人士認為，社會黨因為目前喺民意支持當中不受歡迎嘅奧朗德總統而受到削弱同分裂。從4月23號舉行嘅大選第一輪投票當中進入下一個階段嘅機會好微。如果冇候選人能夠贏得過半數嘅選票嘅話，2名獲得最多選票嘅候選人將會5月7號進行決選。